大家有冇試過咁樣？有一日你喺街上行過一間舊式茶餐廳，見到門口嗰個紅底白字餐牌寫住常餐、快餐、下午茶餐，突然之間你個心好似被拉返去10幾年前。又或者你喺商場聽到一首舊嘅廣東歌，可能係張國榮、梅艷芳、Beyond、陳奕迅，甚至係以前電視劇主題曲。首歌前奏一響，你即刻諗起以前放學、拍拖、返第一份工、同朋友唱 Lunch K、蒲旺角、搭尾班車嘅日子。又或者更加簡單，你見到一張舊香港相，霓虹燈、電車、舊巴士、屋邨士多、紅白藍膠袋、報紙檔、富豪雪糕車，你可能會忍唔住講一句：唉，以前嘅香港真係好啲。但問題係，以前真係樣樣好啲咩？以前冇智能電話，約人遲到真係會等到懷疑人生。以前屋企未必有冷氣，夏天熱過焗爐。以前搭車排隊揾資料都冇而家咁方便。以前嘅生活其實一樣辛苦。咁點解我哋仍然覺得舊時好啲？今日呢一集，我想同大家傾下點解人都中意懷舊，尤其係香港人點解咁容易對舊香港有感覺？我會用3個簡單嘅心理學同社會學概念去拆解，唔會太學術。放心，唔係上 lecture，唔使拎筆記，最多都係拎杯凍檸茶，慢慢聽。第一個心理學概念叫做玫瑰式回憶偏誤 （Rosy Retrospection）。呢個心理學原理指人回望過去時，通常會放大美好記憶，淡化痛苦、麻煩同不便。簡單講，即係人回望過去嘅時候，好容易只係記住開心、美好、有味道嘅部分，但會慢慢淡化當時辛苦、麻煩、唔舒服嘅部分。即係你諗翻以前讀書，你可能會記得小息同同學去買魚蛋燒賣，記得放學後去打機，記得考完試嗰種自由嘅感覺，記得班房入面有個你暗戀嘅人。但你未必會即刻記得日日默書測驗，功課做到3更半夜，考試前壓力爆煲，俾老師罰留堂，俾父母開年。人嘅記憶好得意，佢唔係一部錄影機，而係一個剪片師，仲要係一個好識揀情緒片段嘅剪片師。佢會幫你剪走好多悶、痛苦、尷尬嘅位，保留啲有光、有音樂、有感覺嘅畫面，再加少少暖色調、慢鏡甚至濾鏡，配首舊歌，成個回憶即刻變咗 MV。香港人懷舊都好受呢個影響，例如我哋講舊香港，會好容易諗起舊式茶餐廳、屋邨平台嘅嗰間文具鋪、街市大排檔、霓虹燈、舊戲院、漫畫書、雜誌、唱片鋪、租碟鋪、富豪雪糕車嘅音樂，呢啲全部都好有感覺。但以前香港其實都有好多唔容易嘅地方，屋企可能好細，一家幾口逼埋一齊，自己連房都冇。以前揾資料冇 Google， 做功課要去圖書館揾書。以前打電話要排隊，約人一甩底就真係人間蒸發，撞唔撞得返要靠緣分。以前返工一樣 OT， 老闆一樣乞人憎，人工都未必高。以前啲人情味係真，但街坊嘅壓力同八卦都唔係講笑。所以當我哋話以前好啲，有一部分其實係以前嘅痛苦被時間沖淡咗，而美好嘅事就被留低咗。就好似你諗返一次旅行，幾年後你會記得當時嘅風景、食物、日落、海邊嘅味道，但你未必記得嗰日朝早落雨、迷路、酒店 check in 出事，同旅伴因為去邊間餐廳意見有分歧，仲差啲反面。其實記憶唔係歷史記錄，而係情緒整理。所以人中意懷舊，第一個原因係過去喺記憶入面，通常比當時真實生活更加靚，更令人回味。第二個心理學概念叫做青春高峰記憶 （Reminiscence Bump）， 意思係人通常會對大約10幾歲至30歲左右發生嘅事記得特別深刻，因為嗰個階段係身份形成、初戀、升學、社交、第一份工、夢想萌芽嘅時期，第一次自己搭車出街，第一次暗戀，第一次拍拖，第一次失戀，第一次返工，第一次收到人工，第一次覺得自己大個咗，第一次覺得世界好大，自己有好多可能可以改變世界。呢啲記憶
亦會深深咁黐住一個城市。所以好多香港人覺得以前香港好啲，但係其實除咗係香港真係變咗，仲會係因為當時嘅自己比較後生，比較有盼望，比較單純，自己仲未被現實磨蝕。一個香港人話懷念以前嘅旺角，佢未必只係懷念旺角，佢可能只係懷念當年同朋友喺信和中心潮流特區行幾個鐘，買 CD 睇漫畫揾偶像精品嘅自己。當佢話懷念以前嘅銅鑼灣，佢未必只係懷念舊商場，佢可能係懷念當年同暗戀嘅人在黃金廣場內分手，然後喺時代門外再聚，等到心跳加速，扮晒冷靜，但其實成個人都好緊張嘅自己。當佢話懷念以前嘅廣東歌，佢未必只係覺得以前啲歌旋律好，佢可能係懷念自己用 Discman、MD 機、MP3 機，到後來嘅 iPod， 夜晚臨瞓覺前 loop 住同一首歌，覺得歌詞句句都係講緊自己。我哋好容易以為自己掛住一個年代，但更深層可能係我哋掛住嗰個年代入面未被生活折磨到咁攰嘅自己。呢個對香港人好有共鳴。香港人細個好多時都有一種大個會更好嘅想像，讀好啲書，第時揾份好工，努力工作，第時可以買樓上車，儲錢，第時可以去旅行，肯搏，第時可以開鋪創業，改善生活。就算當時辛苦，大家都覺得前面有路有希望。但人大咗之後，開始慢慢睇清現實，你發現返工唔係努力就一定升職，你發現人工加幅追唔上租金同生活成本，你發現買樓唔係飲少幾杯 Starbucks 就做到，你發現身邊朋友各有壓力，你有壓力，我有壓力，有人移民，有人轉行，有人失業，有人要照顧家人，有人婚姻出問題。慢慢你會覺得以前嗰種未來感少咗，所以當你聽翻一首舊歌，睇翻一套舊戲，行翻一條舊街，你感動嘅未必只係作品本身，而係佢令你短暫接觸翻以前嗰個自己。嗰個自己可能冇而家咁成熟，但比較有夢想；嗰個自己可能冇而家咁識計數，但係比較敢相信未來；嗰個自己可能冇而家咁多經歷，但係比較容易快樂。所以人中意懷舊，第二個原因係懷舊其實係一種同年輕自己重逢嘅方式。講得浪漫啲，懷舊唔係翻去以前，而係翻去見一見以前嘅自己，問佢一句：你嗰陣相信嘅嘢，而家仲記唔記得？講到呢度，我哋可以問一個問題：點解香港人好似特別中意懷舊？我覺得原因係香港本身變得太快。好多城市都會變，但香港嘅變化速度特別誇張。一條街幾年唔去，已經可以完全唔同。一間由細食到大嘅鋪頭，可能有日突然話租金太貴，要結業。一個你熟悉嘅商場，可能翻新之後變到好靚，但你已經唔知自己點解唔想再行入去。香港係一個好有效率嘅城市，但效率太高，有時會令記憶冇時間沉澱。今日開幕，聽日打卡，後日過氣，大後日拆走。以前一間鋪可以陪一區人幾十年，而家個品牌可能開幾個月，影完相，打完卡，社交平台熱潮過咗，就冇人再講。呢種速度令香港人特別需要懷舊，因為懷舊好似一個心理剎車掣，當成個世界叫你快啲，再快啲，懷舊就會同你講，慢少少，你以前都生活都唔使太快。你唔係淨係一個追 KPI 嘅機器，你係有故事、有回憶、有根。尤其係香港人，生活壓力好大，返工要快，搭車要快，食飯要快，覆 message 要快，轉行要快，連休息都好似要好快、好有效率。但人唔係機器。你要知道自己嘅人生唔係一堆散開嘅任務，而係一條有前因後果嘅路。懷舊就係幫我哋將散亂嘅人生串返埋一齊。喺呢度舉兩個大家成日遇到嘅例子。一首舊歌之所以令人感動，未必只係旋律，而係佢承載咗你某個人生階段嘅回憶。以前失戀，聽一首歌會覺得全世界得作詞人明白你。以前返工受氣，
聽一首歌，覺得自己仲可以撐得住。以前搭巴士過海，望住窗外夜景，耳機入面播住某首歌，成個城市好似專登為你打燈，自己變成 MV 主角。呢啲感覺好難用理性去解釋，但每個香港人心入面總會收埋有幾首歌，一播就中。另一個例子就係老店結業，每次有老店結業，社交平台都會有好多人轉發。有時大家未必成日幫襯，但一聽到要結業，就會突然好唔捨得。有人會話平時又唔幫襯，結業先嚟講情懷，走去打卡。呢個有部分係啱，但又未必完全公平。因為老店唔只係一盤生意，對好多香港人嚟講，佢係城市記憶嘅坐標。就算你未必日日去，但你知道佢喺度，你會覺得世界仲有啲熟悉嘢未變。當佢消失，你先會發現原來自己你一直靠佢嚟確認呢度仲係我認得嘅香港。懷舊背後其實係對現在嘅提問，所以當我哋講點解人中意懷舊，其實唔只係講人點解中意舊嘢，更深層係點解現在令人咁攰，令到過去變得咁吸引。人唔會無端端懷舊到停唔到，通常係因為現在有啲需要未被滿足到。如果今日生活好有安全感，人未必咁需要回望以前。如果今日社區好有人情味，人未必會掛住舊街坊。如果今日努力可以有相應嘅回報，人未必會成日講以前有得搏。懷舊其實係一面鏡，表面影住以前，實際反映緊現在。當大家懷念舊香港嘅茶餐廳，可能係因為今日好多地方太商業化；當大家懷念舊香港嘅廣東歌，可能係因為今日大家好需要情緒出口；當大家懷念舊香港嘅屋村人情，可能係因為今日城市太疏離；當大家懷念舊香港嘅奮鬥故事，可能係因為今日好多年輕人覺得向上流變難。所以唔好太快笑人老餅，或者停留喺過去。好多時懷舊唔係因為人守舊，而係因為佢哋仍然在乎。如果你完全唔在乎一個地方，你根本唔會嘥時間去懷念佢。我哋應該點樣面對懷舊好呢？我覺得可以分3步。第一步，坦誠承認自己掛住以前，唔需要扮理性，唔需要覺得自己老土。你掛住舊歌、舊街道、舊人舊事，其實好正常。人有記憶，先有感情。一個完全唔懷舊嘅人，可能唔係灑脫，只係太忙，未有時間聽到自己個心諗咩。第二步，分清楚自己真正掛住啲咩。你掛住以前嘅香港，究竟係掛住個地方，定係掛住啲朋友，定係掛住當年年青力壯嘅自己？定係掛住當時對人生仲有希望，有一種我仲有選擇嘅感覺。當你分得清，你就唔會只係困喺回憶入面轉牛角尖。第3步，將懷舊變成創造。如果你掛住以前嘅人情味，今日就請你主動同身邊嘅人問候多一句。如果你掛住以前嘅本地文化，今日就請你身體力行支持本地創作。如果你掛住以前嘅自己，今日就請你苦心自問，有冇一件事可以令自己重新燃起心入面團火？懷舊最好嘅用法唔係用嚟逃避現在，而係用嚟提醒自己，我曾經被某地方、某人、某事感動過，而我今日仍然可以為那些東西做啲嘢。所以點解人都中意懷舊？因為我哋嘅腦會美化過去，因為過去連住年輕時嘅自己，因為集體記憶令我哋知道自己喺邊度嚟，更加係因為當現在太急、太貴、太不穩定，過去就會變成一個心理避風港。但係懷舊唔代表以前係完美，以前都有辛苦，以前都有眼淚，以前都有好多想逃離嘅時刻，只不過時間過咗，苦衝開了變淡，情感就變濃。於是以前就變成一個好似相對溫柔嘅地方，又或者我哋真正要問嘅唔係以前係咪真係好啲，而係以前令我哋覺得好嘅東西，今日仲會唔會重新出現？人情味可唔可以翻嚟？創造力可唔可以翻嚟？廣東話文化嘅生命力可唔可以翻嚟？
香港人嗰種打不死唔認輸嘅精神，可唔可以翻嚟？我覺得係可以嘅，但唔會用以前一樣嘅形式翻嚟。霓虹燈可能少咗，但創意可以用另一種方式發光。老店可能結業，但新一代可以開出有溫度嘅新鋪頭。舊香港翻唔到轉頭，但香港人嘅生命力唔一定要留喺舊時入面。所以下次當你聽到一首舊歌，行過一條舊街，見到一張舊相，心入面泛起漣漪，唔使急住嬲自己，又喺度懷舊，你反而可以問下自己，我而家掛住嘅究竟係以前邊一種嘅感覺？答案可能係我掛住一個唔會輕易講放棄嘅自己。而如果你今日仲會掛住，代表你心入面團火未熄，只係呢團火需要一首舊歌、一間老店、一段回憶幫你重新點翻着。舊香港未必翻到嚟，但係嗰種令你覺得我仲想好好生活嘅感覺係可以翻嚟嘅。今日呢集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都試過因為一首歌、一間鋪、一張舊相，突然好掛住以前嘅香港，記得喺留言講低話俾我哋知，你最懷念香港嘅係一個地方、一首歌、一種味道，定係一個人？可能你嘅留言又會喚醒另一個人心入面嘅香港。我叫阿銀，大家如果想聽啲咩香港故事，歡迎投稿，或者可以喺留言話我聽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， 我會同你分享喺大家身邊嘅大城小故事。下集見。